遮就是台东，有山嘛有海，只要来遮哦，规个人就感觉足开阔、足轻松的。这就是我介意台东的原因。哇，台东哦，毋若讲有山，阁有海。这个进前哦，我就捌听人讲过，这搭遮嘛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当作军基地，要进攻东南亚真骨力咧建设的所在。啊，甚至哦，嘛有人讲，台湾哦，还阁无历史的记录进前，台东这搭遮就有人咧徛起啊。就连哦，中央研究院的老师嘛捌讲过，4000年前，台东真有可能是台湾的首都哦。古早的时阵，台湾岛的交通哦，若要利便，就是爱行水路。啊，若准讲有影4000年前，台东确实是遐尔啊繁华，遐尔啊要紧。啊，也是讲吼，伫咧日本时代，日本人有影甲遮当作是一个南进的军基地。安尼即搭定着有一片台东港啊。嘿，我去编日本时代的台湾地图，会确实有看到台东港这3字呢。啊，当然也毋过现主时哦，人徛伫咧遮，我面头前是海，骹只后是山，我安怎想拢想无，即搭遮哪有可能有一片台东港啊？老师，那呢？嘛，这就是较早的台东港，就是伫遮呢。敢是？即摆写啥拢无啊？哦，其实吼，这个台东港啊，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就是迄个大船啊，入来咱台东的时阵吼，拢停伫这个外海内底。哦。啊，因停来外海了后呢，啊，伫遮台东的人哦，才讲换设一个船啊。所谓的这个台东港吼，甲咱即马人所想的港较无啥共款，因为伊毋是有一个足好的地形，家己自然形成的港。嘿。是哪个大船无爱驶入来？因为这头扩大。系啊，所以吼，咱拢停足侪迄个竹排啊，加舢板啊，停在遮。哦。因甲遐个船吼，伊甲号做驳船啊。驳船啊。啊，就是住咧台东街仔的遮阿美族的人啊，还是拢卑南族的人啊，因就会雇船啊去外口迄个港遐有无，啊，甲迄个大船顶悬的人甲货物啊载过来安尼。哦。哇，做小架船。是。老实讲吼，早前的台东港是东部贸易的中心点。啊嘛是台湾哦，迄个南太平洋国家重要的港口。啊，这个港口大概发展到什么时阵才渐渐消失？差不多到迄个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差不多1930年的时阵啊。其实因为台东港就拄仔咱有讲啊，因为伊毋是一个自然的港，所以伊要出入吼足无方便的。啊，日本人就想讲无，咱来迄个东海岸别个所在，搁找一个所在，啊起一个足大的港。就是即摆的迄个叫做成功，伊是1930年代起好的。啊，伊成功迄个港吼，伊起好了，就变做迄个台东海岸遮上大的在做渔业的迄个港。哦，啊，落尾遮就渐渐就无去啊。是啊，渐渐伊的功能就消失去啊。啊，迄阵较早台东街仔毋是住海边的。是啊，台东街仔其实就在即块啊尔。哦，所以讲就为遮开始发展起来。是啊。差不多是啥物时阵？其实一开始历史有记载吼，是迄个17世纪的时阵，荷兰人啊，因为因要来台湾找黄金，伊毋是一开始是来迄个即摆台湾遐有无，啊，就带遐的迄个荷兰人甲伊讲的。哦，因就来遮找。啊，因就总过来找黄金。想袂到讲台东这片所在，那原住民、汉人甲日本人，就连荷兰人也捌行骹到，但是较想嘛拢想无，这个百几年前遐尔啊闹热的港口，到这当阵竟然就连半点的线索都拢无留。但是你敢知影？较早这个繁华的台东港，其实到这当阵嘛阁悠远阁咧影响台东人的生活。啊，咱遮台东迄街仔遮伫清朝时阵啊，伊有一个原住民的名叫宝松。哦，宝松。
啊，保送其实是住咧遮迄个原住民避难族因的名。是。啊，后来足侪迄个河洛人啊，来到台东家遮，啊因嘛甲因的迄个信用砸过来。所以咱即马伫保送遐有一间足大间的古迹，就是咱的天后宫，啊，即马变做台东的古迹。咱拢知影讲，汉人若要搬山去一个新的所在，定定拢会甲家己风采的生命排咧行。对清朝着移民来到台湾的中国人，嘛甲家己的信仰做伙甲请过来。毋望子孙哦会当踮伫咧即个所在，一代传一代。台东天后宫，百几冬来哦，点点坐伫咧台东的埕顶，见证台东的发展甲过程。哇，老师你无带我来，我拢毋知。台东的天后宫哪会起甲遮气派？系啊，规个拢足装啊遮水的。是啊，吼，即间天后宫我是算台东上大间的天后宫。是哦。嘿，老师，咱拢知影讲天后宫伫咧港口，拢有足密切的关系。啊，遮嘛是因为挖港口所以起起来嘛。其实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安尼，啊，伊即间天后宫上哪变甲遮尔大间的，其实甲迄个清朝的时阵有遮伫遮发生的一件做大庄事件，和即个历史的迄个故事真有关系。为什么？就是伫清朝迄个上尾后的时阵啊，大家拢有听过一个迄个官员做老兵团嘛。嘿，就是老兵团来到台湾了后，伊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迄个甲台湾的迄个土地扣税。哦。啊，所以就引起了遮居民的不满。是啊。哦，大家咧就愤慨，你无做啥物代志，因为甲我摕钱。系啊，所以就引起因的反抗。后来清朝就派兵要来甲遮个造反的遮个迄个民众要来甲平定。对。嘿，啊，但是咧，因为迄个清军吼，因对迄个陆地来到遮个时阵，啊，甲原住民相战啊，结果拢战袂赢。啊，当时的官军咧，因后来就是来到台东家啊遮，嘿，啊，怎去互迄个其他的民众啊包围，啊，就困在即个天后宫的即个附近。哦，是安尼哦。后来遐个清军就是因为因去包围啊，无水通啉，嘿，因怎要找所在迄个挖一口井，啊，看有地下水无？啊，后来伊就是去问遮天后宫的妈祖，迄个带兵的迄个带兵官，嘿，伊就去问迄个妈祖讲，敢会使互阮即个地下水啊？因可以挖一口井，啊，结果真正有，嘿，啊，所以因才有法度挡着。哦，对啊。是啊。是。后来嘛是因为迄个清朝的官军，伊嘛是拍袂赢原住民，啊，因就要转去讨救兵，啊，当啊清朝就派当时因拄啊对欧洲买转来上新的海军的军舰，嘿，就是咱大家可能有听过叫做北洋的海军。哦，就历史课本顶管说北洋舰队。是啊是啊，因就派上新的2只，啊，因就来到台东的外海，啊，当啊对迄个海上对陆地遮迄个轰炸的对吧？系啊系啊。想袂到讲哦。我伫咧台东，竟然会当甲课本头顶读过北洋舰队遐尔接近，哇！可见讲哦，当时伫咧台东，无论讲是做生意，也是插政治，拢是爱经过水路来涵盖地咧相牵连。啊，老师嘛讲，大庄事件了后，有留一块石碑，啊，当着放伫咧天后宫的内底。看即个石碑头顶所刻的字句，咱嘛无法度料想讲，迄当时的战争到底有偌恐怖。啊，毋过石碑顶头所写的，嘛甲咱提醒讲，咱台湾人对妈祖的信仰甲感谢，无论行去到倒位，拢袂改变。对台东的天后宫行出来，头前者哦，就是台东市同早发展的保松路。啊，短1公里长的保松路，哇，竟然已经有100几冬的历史啊！啊，虽然讲现主时已经看袂出当时有偌青影，啊，但是人拢讲吼，即搭位啊，过去是台东上界闹热的所在。啊，你看远遐有几栋日本形体的茶厝，听讲是日本人留落来的呢。即搭吼有一个对台东的历史真了解的郭明兴老师。无，我就来甲伊请教一下，看伊敢知影台东港伫咧倒位。
我现在搞早诶。各位啊，你较早出来。早。哎，你好。食饱未？啊，食饱啦。阮台东上有名就是早顿啊。哦，是哦。咱上有名的米台北就是为遮开始的。哦，米台北台东上。对。以前米台北兼过肉粽是咱台东上主要的早点。哦。嘿，因为迄当阵啊，咱台东人大部分工课拢是伫海边啊。哦。啊，所以因透早都爱食有够饱。其实保松讲还是咱台东发展的起点啦。哦，是伊，对，以早吼，咱一寡物资要入来要出，拢一定爱住台东港。因为路太歹行咧，你若搁较早，行山路是介危险的代志，头壳会碰见呢。你讲，足侪原住民经过因的树立的地盘。对啊，你即马你想要车咧走，路遐细条，若要回车搁麻烦，所以以早会以海运为主。安尼讲起来，毋是讲较早的港口着真挖即个保送遮。对，为啥烫甲会当烫甲港口？其实吼，较早咱这遮的人在住吼，其实住伫海边啊。嘿。啊，是因为风台一年一年来，啊人才去哦，一直赶，愈起来，所以才渐渐的愈来愈较挖咱西边这边。啊，咱一寡头家人吼，因都拢差不多住伫中正路遐。啊，这些人因为伊需要看过咱的船啊，当时的入船。哦。啊，所以伊的厝会起较大间，啊起较悬，啊伊就会看台东港。嘿，对，看啊，我的船啊入来啊，啊落较紧嘞。工人都爱紧去啊，遐物件落来。其实咱台东港本来就毋是港，伊只是一个海边啊，啊拢是沙岸。所以讲，咱船啊是停伫外海，啊用牌啊出去载物件。啊，咱的旧名其实叫做静洋啦，啥叫静洋？因为咱的避南溪伊的出海口，正水的部分其实是较安定的，伊是无影的，所以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静洋。啊，毋过咱为静洋要入去海的时阵，都真正需要功夫啊！哦，咱也无遮渔民的工作人员吼，真正是无法度做，无法度渡过遐就危险的。对。啊，老师啊，遮号做保松啊，但是我看这保松这两字都无亲像中文啊。其实咱即马吼讲较进前，其实保松地区遮是阿美族的大的所在。啊，因为迄当阵避南溪该要做大水，啊，因感觉住在遮。太危险，所以因才搬去李亚山后壁边遐。汉人入来了，啊，就住在这遮。啊，人会问讲啊，阿美族，你讲你敢知迄个所在叫啥名？你讲啊，迄个保松个迄个吼，一个山头吼，迄个方向迄个所在啦。啊，毋过咱遮人观念无共款啦，因为这遮上船送货，啊，甲落船补货的所在。啊，补送，尾也变保松啦。啊，这个所在就是补货甲送货，啊，渐渐成一个较有人在住的所在，啊，所以这个所在做这个地名，其实我感觉佫较贴切啦。哦，后壁有一个故事啦。对，嘿啊。好啊，咱来去别位看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你带我去看。马上我先来介绍一下，阮这咱的刘老板。刘老板，好，咱老客人真是。来。刘大哥，你好，好，来介绍一个新的朋友。你好，我是阿仁呐。我嘛是阿仁呐。你嘛是阿仁哦，安尼咱就一对阿仁。木材行是我爸爸开始的啦。1939年，阮爸爸为从化来到台东。啊，头拄仔听大伯兄讲，遮较早是有一个台东港，啊，你敢有捌看过？阮做囡仔的时吼。去海边佚佗的时，还有看到迄个港，啊嘛有迄个灯塔鱼啊，啊也阁有人咧搬货，阵若有货来，也阁有人为海边起来，啊迄阵啊当时足济，毋足无用的，介济拢用牛车，嘿，做劳力的人啊，爱斗搬货啊，嘿，因为咱东部这只啊，东北季风在吹的时阵啊，伊迄个溪仔口。伊较容易形成咱讲的莫口河，因为迄用大，伊沙会塞倒起来，咱的溪仔水会流袂出去。啊，即摆呀，等下伊的溪仔水呢，摊位边仔来的时阵，啊大水来，伊会搁冲开，啊即摆船仔就会当对遐出入，渔民就用这个时阵，有这现象啊。对，啊用这较平静这，咱若咧搬货、咧载货，
都用这个时阵上介好。原来吼，我想要找迄片台东港，就是伫咧现主时台东的卑南溪的出口。啊，若是甲外口面风影无定的太平洋相比拼，卑南溪哦，就好亲像是一片平静的海洋。啊，过去有真侪在地的人，嘛会甲船歇伫咧遮停困，所以哦，即搭遮，遮的人拢称呼做静洋。静洋即个名一直嘛流传到今。可比讲哦，迄当时嘛有真侪的传统流传落来，其中一项就是柴鱼米台北。好，即摆这就是咱的米台北。对啊。老师，我真罕咧，我伫咧台北啊，食米台北时，我真罕咧看到咧下柴鱼的迄种。对。因为咱头拄仔有讲到，咱这柴鱼，咱台东吼特产，啊，毋是甲咱台东介，日本人嘛做介的，所以咱台东的台湾的柴鱼总经销出口是为台东。哦，逐尾柴鱼拢是活的，你看。顶悬拢叮当，做活跳的，一片一片拢伫遐伫遐看一个所在食食，上界好去了解在地生活的习惯性。较早哦，人所讲的台东港，即阵已经无得看，也毋过吼。早前日本人建设台东港所留落来的习惯，即马吼也搁世界都伫咧影响台东人的生活。柴鱼就是日本人引进来到台东的，啊到今吼台东人日常生活的食食，也搁定定伫咧揽柴鱼。啊在地大汉的老师讲，无论什么料理吼，只要每一把柴鱼下落去，哇，就会变甲真好气味。老师，我行伫咧台东的市区哦，你感觉讲这路拢足直的，啊，这是什么时阵开始起到呢？其实咱这路的规划是日本人帮咱画。哦，是哦。因为嘿，我感觉讲较早清朝时阵路应该拢是原拢挖的。较早清朝路，迄当阵叫做牛车路啦。啊。牛车行久自然有路。啊，毋过日本人来时，伊感觉讲咱台东要甲做以后日本的延伸，一个基地安尼。对，啊，所以甲介济文化，日本人的文化拢带入来。啊，头一个爱解决就是咱东部这边的传染病甲排水的问题。所以特别甲路画哦，直来直环安尼。西元1913年，台东的旧名啊，搁号做卑南溪啊。日本人嘛拄到位，因也感觉讲哦。台东应当是一片挺好建设做模范的城市，啊，毋才会开始市区改造，甲所有的路拢拖好直，有的顺海岸线，啊有的哦直冲海岸线行。这就是为怎样哦？咱现主时看到的台东街啊，每一条路拢是遐尔直，啊搁遐尔宽。啊，因为安尼，所以伊会甲上悬的所在伫西边，咱即摆看过迄边是山，所以。所有的行政，对，行政中心拢伫遐。啊，伊为遐开始安排，所以歹的物件、废水啦、煮食啦，拢伫较外海遮。哦。啊，其实因咧想要比咱所了解搁较深啦。啊，因为本来就是要互日本人做台湾人看，原来日本的生活是安尼。啊，咱台湾即马安尼是毋是甲因无共款？做一个示范，对，示范的这个，这上重要。日本人毋若讲街路的设计有咧计划，就连哦踮伫咧台东所起的厝，拢总爱配合本地的环境甲需要，绝对哦无咧揽三来。咱边仔看这间有介水啊！这间咱日本时代起的厝，这间我感觉较特别。因为日本人吼，伊对咱东部这边的天气要求，感觉讲这伤过热，啊，较早无空调，是吧？人若要卖破病，第一空气就爱好，第二就光线爱好。所以这设计窗仔是位的，底向顶悬开，所以风啊入来的时阵就规个面。啊，再来个伊这间厝，因为为了要互人感觉讲日本人统治的所在是一个进步的所在，所以伊甲要求讲迄门面爱水啦。啊，对，老师踮伫咧台东行一年。确实有影有咧体会讲，咱不是所讲的文化甲历史，事实拢嘛是伫咧咱的生活当中。即届来台东呢，虽然无看到台东港，但是因为大排兄带我起来熟悉遮地方的乡亲，啊，感觉到台东较早的人情味，啊，甲遮的欢迎，感觉到足好的。大排兄，
咱即马徛这两台就拍呢。对，这是咱的古董，这爸爸妈妈的时阵呢，咱来嫁妆啦。所以今日有法度佫徛这台出来，实在是介环保的一个家脚踏车，所以来参观看卖，顺便徛看伊性能到倒位。好，来行，好来，你带路，好来，我带你行。虽然即马已经找无咱来看得到的台东港啊，啊，毋过我踮伫咧遮，共款嘛体会到真侪台东港所留落来的线索。啊，有人讲吼，历史是活的，不时拢会对时间的变化。啊，这嘛，互我来想讲吼，日本人行骹到进前，迄个台东到底是啥物款的模样啊？下无的确吼，足久进前住伫咧台东的人，就已经甲太平洋有关联的款哦。我想到吼，足久进前捌看过一篇报纸，中央研究院的老易昌博士捌讲过，4000年前台东真有可能是台湾的首都哦。嘿，啊这敢有影？台东哦有一间博物馆，拢是咧收藏本地考古挖出来的文物。无定着去甲迄搭找物件，就会当解决我的问题啊。我阿姐啊，我头拄啊远远啊看，就是讲这是一个石碑顶头有字，啊来看到馆顶啥物拢无啊。这是卑南文化留落来上大一个物品，哦，对，叫月形石条。月形石条。对，啊，为什么叫月形石条？是因为顶头啊，迄个所在其实本来是完整的一个坑，啊，到尾就破去了，敢若一个月亮的形。一个半圆伫咧遐。啊，毋过这是差不多3000年进前，卑南文化林就已经伫遮呢，这是卑南文化上大的一个物品留伫遮。我感觉这嘛是就是外星人留落来啊！啊，复活节岛迄个摩埃像，足小型的啊，因为吼伊足重的吼，推车差不多每一件可能有1吨重，啊，可能为卑南山遐中央山脉遐过来，啊，安怎过来？其实阮无答案，就像摩埃共款啦，遐尼重的物件安怎搬来搬去啊，安怎耍的？阮其实目前无确定的答案啦。卑南文化，甲咱即马知影的卑南族，敢有相像？阮内底有介侪卑南文化出土的物件，咱会先来去看一下。好，啊，咱来看卖者。好啊，行。全世界有真侪古早的文明，拢有留着这款大粒石头的文化。哇，你看这个历史已经3000几年的石条，唔知是啥物人搬来到遮的。啊，咱嘛唔知影讲，这个石条会当摕来做啥？真侪代志吼，到今已经都无法度解说啊！啊，总是我相信讲，3000年前住伫咧台东的这群人，生活一定是比咱所知影的搁较进步。我头仔进入来想讲，这敢是咱即马人仿的？毋是哦，这是真的哦。阮为着要教育呢，所以就挖一区，互大家看一下卑南文化林生活的方式。其实啊，头拄咱毋是有看到迄月形石条吗？甲会较同款的，就是啊，这是真的，毋过已经断去啊嘛。啊，差不多这排呢，就是咱的差不多厝内底中央。哦，对。你讲这搭遐，这是中央。对，这条，差不多是中央，嘿。啊，这就是因室内，这就是会铺石板，啊，因就是伫内底生活安尼。啊，2号呢是因的，目前推测应该是因的楼梯，因为有的可能较悬一寡，所以拿为楼梯来爬安尼。因介特殊哦，阮卑南文化林就是用介侪石板啊，就室内啦，啊，搁有因的月形石条啦、石板杆啦，拢有咧用。而且遮个有一个介特别的吼，介侪游客来啊，拢毋知影伊要创啥用的，就是有一个花语叫做气石圈。气石圈。对，就是一个坑，敢若介生井共款，啊，毋过内底。我看迄敢若一个足古井吼。对，啊，毋过伊内底无水哦，啊，所以伊毋是做溪水用的。是要做啥物用的？对啊，讲是较早的人会使学啊，伫内底放屎啊。嘛毋是呢，伊内底吼，阮研究出来应该是摕食物用的。摕食物？对啊，就像咱即摆的迄冰箱共款，因为安尼可能内底会较冷，啊，所以因会甲因的肉啦，也是其他的物件摕伫内底。哦，你讲挖一个坑，啊，坑内底温度较低。对。甲物件放入去。对。哦，较早的人有这个概念哦。对啊，安尼就较袂烂去啊。对啊。
这附近的卑南遗址公园是伫咧西元1980年，迄阵哦，因为要起车站，对涂骹所挖出来，嘛因为要保留迄当时考古的现场，才会建设做野外的博物馆。这片哦，若是台湾头一个考古遗址的公园，嘛是东南亚地区上界大片石棒棺材遗址。他住遐拢是遗址尔，拢一寡石头，但是会当想象出来讲，哦，较早的人是住甲安尼。对啊，会使去推测啦。这敢是稻草？我感觉很像那种咱穿的迄个蓑衣啊。唔是呢，伊是嘛，就是茅草。茅草。因为茅草较袂烂，而且会使较无老雨安尼，所以因是用这种的材质。这后来敢会冻水？我看起来安尼芳足济。无啊，你会使看因用足济层的啊，所以迄水开始袂流入去的。对。而且我看这厝顶啊，拢足矮的。较早的人敢是讲比即卖的人较矮，还是讲？阮的史前文化林其实平均因的身悬，查某差不多是155公分，查甫的男性差不多是165公分左右。对。但是你头拄讲这是卑南文化人嘛？对。甲咱即卖的卑南族敢是相像的？其实无共款的，因为一个是史前文化，差不多3000年进前的史前人类，一个是即卖的卑南族，拄伫遮发现的，才叫卑南文化。对。了解。或者咱即卖有看到厝啊，头拄迄上重要月形石柱，咱有无看到？因为头拄咱伫迄考古遗场遐有讲过嘛，就是伊可能是伫厝内一个条啊嘛，所以呢，阮目前推测就是伊上顶悬即个所在会徛伫迄厝的。中央一支条啊呢，卡伫咧伊顶悬，这个厝才会知安尼。对，主要是安尼。甲你偷看者。想无到讲哦，3000年前来到遮徛起的先民，已经会晓使用楼梯甲冰箱呢。而且哦，这个博物馆上界厉害哦，唔但保留考古的现场呢，学者专家竟然有法度利用遮的文物，重新搁再起一间。较早卑南文化人所住的厝体，哇，真正有够厉害的啦！外姊嘛甲我讲，因为台东的海边天气的变化较大，所以卑南文化人的厝才会起甲遮矮，安尼才袂遐紧歹。外姊嘛带我入去展示馆，看较早挖出来一寡卑南文化人使用的文物。若有石头的棺材、石头器具，也阁有粗灰啊，甚至也有台东本地毋捌出产过的玉器。卑南文化出土足济足水的因的物品，而且是台湾出产的玉啊。这个玉啊，目前研究出来就是华人的寿丰有尔。对。毋过为什么阮台东会使有遐尼济呢？阮推测是交易来的。可能是丢啊，是啥物？甲因交易遮个玉啊，对。卑南文化人应该拢伫即块位仔咧生活，对。无开路去甲花莲去，是要安怎甲因交易？应该是较困难啦，毋是讲无开路，只是较困难。所以迄阵阮会推测讲，遮个玉啊，为花莲到台东无法度为行路来，要安怎来？只好水路来。就是可能为海上来，对，船对，而且即摆发现的介侪文化遗址啊，就东海岸较侪，山内底较少一寡，目前啦，所以会推测讲可能就是安尼交易来。经过遮出土的文物，咱也听好蔡相讲，卑南文化人其实早伫咧3-4千年前，就已经经过水路甲外地文化有咧来往啊。无定着，迄当阵因就是顺这条平静的卑南溪，经过现主时已经找袂到的台东港，和真济外地的地头咧交流，咧做生意。也莫怪老朴实的讲，真有可能4000年前，台东就是台湾的首都。想袂到考古的后壁有遮尔大的学问，不管是安怎学，
安怎称、安怎测量，拢有足侪美角伫咧内底。啊，我小赶一下时间，因为听讲吼，伫咧海边啊，嘛有一个位置哦，啊，迄个位置甲大海嘛有关系，等下去看一下。离古早的台东港25公里远的太麻里海岸，伫咧2003年的时阵，就去互道观风台破坏去啊！啊，结果呢，想袂到讲，大家煞因为安尼，发现这片点伫咧海边的旧香兰遗址。其实普遍考古学家看到古早先民的遗址往往拢袂点伫咧海边。敢讲这道就可能是3、4千年前的台东港啊！咱会当想象讲，这个所在是一个足长的沙滩沙坡。伊遮是拄好是太麻里溪的出海口。到民国92年的时阵，这个位置到海边啊，差不多剩30公尺尔。是哦。是嘿，所以变成食起到遮，所以变成讲，这个所在较早无人相信讲遮下口是有遗址哦。伫台湾来讲，苏建的遗址来讲是算讲量是介大的吼。阮挖的一个小小的所在，就挖几百万片哦。哇！几百万片，毋是几百片啊，百万片啊。这当时伫差不多2000年到1000年中间是足大的人口伫遮咧生活的所在。这片看无人，嘛无咧种作的海边。点伫咧老师的心目中，竟然是一片宝地呢。若讲2000年前，这搭就有咧住人。按古早的习惯性，船停好靠岸的所在就是港。附近的太麻里溪，敢讲也有可能是2000年前的台东港呢？这个位置若是靠近海边，会当代表啥？因为台湾的海是毋是足平静的海，是有洋流，有季风。还有风台所以台湾的古早的人真少会选择伫海边住，足少迄个苏建的遗址是出现伫海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对，有海贼。所以变成讲因需要避免是海贼的攻击。几乎所有的苏建遗址拢伫迄山顶、山坪。较悬的所在，袂去互水淹着，袂去互简单就去互攻击迄个所在。旧香兰遗址，毋若讲是点伫咧海边即个特色，甲人无共款。老师嘛讲对即搭挖出来文物，嘛甲伊早前伫咧别位看到的，哇，是足无共的。迄年民国92年咧挖的时阵，按4月到8月。有8个风台，哎呦，很漂亮。我一届就去台一届，我一届台一届。是哦。老师，你头拄讲，遮挖的物件是甲别位所在足无共的，遮特别的所在是伫倒位？这个遗址是这个台湾的苏建时代发现上早黄金的所在。我推测来遮做木业的人的目的，其一就是找黄金。是哦。这个所在较特殊的是用做者骨角器，就是用动物鱼啊爱鹿啊、猪啊做的骨头来做器物，上特别的是做者鱼膏啊。因为鱼膏的数量有够济啊，是应该是目前为止是台湾上济的鱼膏啊。有做者种上大机、遮大机。遮大机的鱼膏用遮尔大的鱼膏啊，伫咧近海无可能用遐尔大鱼，所以讲一定是有真好的技术，航海的技术去较外海用遮鱼膏啊。没错，有咧炼铁，有咧做玻璃，用黄金，就算讲伫迄差不多2000到2500年的时阵，这是比较讲是台湾上发达的所在。而且挖到真济鱼膏啊，咱就会当推断讲，迄当时住伫咧遮的先民定着一定是靠海食海。另外嘛猜想讲，因也有可能是行水路，去甲外围的文化贸易
甲来往，啊，毋才会去学着遮尔啊济在地无咧出产的文物。这个位置，你讲较早伊伫遮是因为有人要来贸易嘛，啊，但是为什么要伫遮？毋是伫咧台湾别个所在？好问题，好问题。这个所在，如果伊是真正含外口做海上贸易的人接触是2500年，但是我相信，这毋是台湾含外口的文化接触的上早的位置。哦，伫个较早17时代，哦，都足侪证据讲，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一直到越南，含台湾期间有贸易的迄种。有这个记录啊，有这个记载，有这个现象存在吼，所以伊这并唔是讲上早的所在。对。啊，这个应该是有一种口耳相传，一种历史吼。他讲，因为咱台东是伫17时代是上侪物质的所在，有玉啊，吼，玉啊是对当时伫17时代是一种重要的贸易物资嘛，阿西部。所以其实伫17时代来到东部是一个取得物资是上容易的所在。可能有这个原因。想无到讲，现主时哦，看到这片遐尔平静的海岸，竟然有可能是2000年前台湾上届国际化一大所在。啊，老师嘛讲哦，伫咧花莲啊，阁有八里出土的文物。拢甲故乡南遗址有牵连，假使哦过去闹热的台东港有影存在，安尼应该就是遮哦。老师啊，你遮尔啊侪年的研究，你感觉这片大海甲史前时代因的关系是啥物？对我来讲，是路嘛是围墙或者护城河哦。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四边边啊拢会当出去，会当入来，会着陆的所在。啊，这点就是造成台湾的史前文化不断有新的文化元素入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大海是一个保护的屏障嘿，所以变成讲。台湾的史前，不管从史前时代到近代吼，爬起来的文化吼，拢会当伫遮安定一段时间。最上早的大粪坑文化吼，甲落来的卑南文化吼，故乡咱这个三河文化吼，因的内容拢都特别的，拢无向外个传，无互别人影响。对，台湾这个所在变成是。真好的一种培养皿，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大海对台东的影响，唔单单是文化，佫形成一种真好的艺术环境。这几年来呢，有足侪的艺术家倒来咱台东创作，想要用因的作品来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爱甲关心。老师，你拿小只一点啦。OK 啦。范志明是按花莲来到位的阿美族的艺术家，伊唔拿用山顶流落来的歹茶创作艺术品，伊嘛是一个创作歌手。伊讲吼，台东的一片海，互伊真侪创作的灵感甲快乐。伊甲原地伫咧海边无人要爱歹茶，用艺术家的想法，甲伊本身的技术。佮加上吼，这片海，互伊的灵感，做出一支吉他，嘛用这支吉他呢，写真侪甲海有感情的歌词。当初哪会想到用这的漂流木来做这的作品？较早以前我是做迄钢雕铁树，看到遐侪漂流木。那时候海边还没有清滩，漂流木非常多。我是讲，漂流木的生命力。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老早在我们人还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它就已经跟大自然在做互动了。哇，老师，你等下，他到我来的时阵惊到，是讲我坐伫遮，我后边哪有一个人一直在给我看。哦，原来有这个。我自己做到自己的看到
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下到。哎呀，栩栩如生就蛙跳诶。就是一些碎木头的。老师，所以敢会当安尼理解，就是讲，我感觉其实原住民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是足开阔的。可能是咱的基因内底啊，就有迄跟自然互动的那种关系的那种连结。跟自然互动以外，生态，然后人文嘛，艺术啊，到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我可以让它变成我的吉他，然后变成那个宝宝鼓。然后变成我的作品。咱用本来伫咧海边，无人要爱的歹茶，来唱一条老师所写的歌。老师讲吼，人就亲像这个茶帮，无论较早是安怎流浪，终其尾拢是爱经一笪所在来靠岸。较早来到大海边，看着鸳鸯的星星，想要再信给妹妹。老师教我行来海边，伊嘛提起讲，对因的祖先来讲，若是会当靠岸的海边，就是因的港口。在我咧想，对住伫咧台东遮的原住民来讲，台东哦，172公里长的海岸，若是会当靠岸的所在，拢总是台东港。老师，这片大海对你来讲是什么？就生活啊，我的生活，在部落长大哦，靠海吃海，靠山吃山，是一种生活，很难讲它的深奥啦，但是你要去经历，这是一个过程。台湾就亲像母亲同款，包含各种对海面来的人。就亲像真济的原住民，拢讲因的祖先就是对海顶来的。伫台东都兰这个所在阿美族，嘛讲因的祖先是按巴吉巴兰，就是现主时的都兰片上花的。对吼，今日风石头的吼，咱即马伫遮吼，这个所在吼。一般外口的人拢叫遮都兰比，就是都兰比啦，你看即马风足透的嘛，毋过你看迄下骹即马其实是无啥物风的啦，这个是阮叫都兰湾嘛，一个海湾伫遮吼，这个都兰比较早阮遮的阿密斯人吼，伊的讲法是讲叫遮叫巴吉巴兰，巴吉巴兰，嘿，巴吉巴兰是遮的阿密斯的话，巴吉巴兰意思就是讲。这个所在较早就是放足侪船的所在，内底巴吉法咱一法内底，这一法就是迄较早古早的船的名，所以讲这个所在就是巴吉法咱，所以讲不管是冬天还是热天，船放的遮拢足好的。你看哦，这边这有一个草寮，其实这个是都兰阿密斯人伊的海祭屋。这个海祭屋就是讲，因当年每年的7月17号，拢会伫遮办迄个海祭。都兰遮阿密斯遮有一个传说是讲，祖先是对海上来的啦。有的是讲对沙拿塞就是即摆的绿岛。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讲对福杜鲁岛，福杜鲁就是兰屿，即摆的兰屿。对海上来，但遮起来，但别一番人起来，就慢慢变做今日的都兰的阿密斯。另外其实像台东遮的宾有马样的人宾有马人，伊嘛有海祭哦。毋是讲敢若阿密斯有海祭尔，伊嘛有海祭。就是讲因嘛是要纪念讲因的祖先对海上来，搁炸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叫做台阿米，变做一个足重要的历史。会使种植，就是变做讲因要纪念这个代志，种当年嘛会办海祭，所以讲南岛彝族其实因上厉害、上牛的所在，就是讲行船的能力足强的。
所以讲有法度散开。系啊，伫咧较早迄个时代，技术应该是真好。地势实在爱真好才对吼。啊，不过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伫遮因踮足久啊，即摆就剩讲像南树的岛屿人，因的行船的技术都保留较足好的。啊，不过像阿密斯啦吼，像比如嘛啦，其他的台湾的原住民族。伫台湾吼，就是因为踮较久啊，有较早来遮，所以讲即摆行船技术较无啊。啊，毋过应该是照你讲，足侪证据是，应该是较早五六千年前到3、4千年前，迄个行船技术拢继续拢有咧行。每一族的祖先对海顶上岸的故事，就那亲像行过看袂到的港口，来到这片土地，台湾。也因为接受对海外来的无同族群，才会产生出遐尔侪无同款的台湾文化。我说较早有捌来过都兰一届，但是这届来哦，感觉搁较早拢足无同。哦，有啦，其实吼，都兰这个所在就是即摆会使看到足侪无同的文化、无同的人拢住伫遮。其实讲都兰这里吼，都兰是对阿密斯话阿都兰来的。阿多兰是啥物呢？阿多兰就是即摆阮坐即个，阮坐即个就是阿多兰。你讲壁还是石头？石头，石头堆起来，安尼堆起来就是阿多兰的意思。阿多兰。嘿，因为较早咱阿密斯人大家种植的时阵吼，遐含迄个土地顶悬的石头拢爱搬起来，抹去边啊，爱甲伊堆起来做石头堆。石头堆就是阿多兰的意思。阿多兰。其实遮吼，到清朝的尾的时阵，才开始有一寡。为恒春来的阿密斯，搁为恒春来的迄北部人，刷到遮来。日本时代的时阵呢，足少的荷兰人嘛搬入来啊，开始搬入来。最主要是讲到1959年吼，迄阵有一个北七水灾，迄阵就有足侪西部有足侪灾民，你迄阵就是政府甲伊安置到台东遮来，都兰嘛有足侪，就是一直到1970年年代迄阵，有一寡客家人就对西部刷入来这边，来遮种香烟，种香烟，差不多2000年左右一寡艺术家嘛来大家创作，一寡外国人也来所以讲即马变做都兰是一个极多元的所在安尼。像我这拄兰过嘛是都兰的迄个少年家，有足侪是为外口转来的。是哦。都兰开发的过程，就可比是台湾历史的缩影。人行入来到位，搁行出去，无同款的文化互相影响，互都兰这个所在多元变化又搁趣味。咱台湾嘛是同款。咱的港口向全世界拍开门窗，接受足侪无同款的人，互台湾搁较有活力。无论讲伫都兰，也是伫台湾，咱拢是经过这片海，看到全世界，嘛互全世界看到咱台湾。太平洋岛屿一个学者叫郝欧房最早之前伊就提出一个概念，讲海洋唔是阻挡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阻碍。海洋其实是一个路的概念。你看像都兰即马遐多元的人住喺遮敢若一个港口，外口入来的人会使会使甲迄个阿密斯文化做一个根本来了解，来互相的交流熟悉，会创造一个无共的迄个新的文化的形态。参老师讲的海洋的概念，其实讲是足多元的，大家拢会当合作伙，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对，台湾我感觉讲台湾真正变一个海洋的国家真正是爱搁较多元。含迄个海共款，海洋共款，你爱去抽足侪新的物件入来，去了解。海纳百川嘛。对。虽然即摆我搁找无历史内底捌出现过的台东港，总是我嘛相信讲台东港的影响到即马又搁存在。伫咧找找台东港的过程当中，我嘛知影便若是台东172公里长的海岸线，会当靠岸，也是会当出发的所在，其实拢是台东港。这片海面毋是阻挡，也毋是抢围，伊是一条开阔的路，
伊嘛带着咱行向全世界。叫他乖乖坐着拍一个漂亮2个人坐在海上舒服的画面就好。对，然后我们先拍前面跟后面，然后我们进去有一段访谈。好，他。大港的台湾是我做过上困难的一个节目。其实我觉得不管在企划方面、制作方面，在我做电视节目是一个蛮新的一个里程碑。